唱出你的心声。用我的掌声，鼓励着你的歌声。因为咱厝的歌，月娘嘛过来听。咱厝的歌，天星嘛过来看，愈唱愈好听。唱出咱心声，音乐来唱歌拼输赢，音乐来唱歌拼输赢。唱歌拼输赢，愈唱愈出名。各位乡亲，各位厝边头尾兄弟姊妹，大家暗暝好。各位现场朋友，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暗暝好。这搭来是民生上好卡，唱歌拼输赢。今仔来到咱的节目当中的选手，一共有6位。从今仔开始啊，咱已经如果是新一轮的这个初赛开始了。那么今仔上重要的这轮初赛有一个什么重要的项目呢？顶个月冠军，你敢有摇到啊？啊，对了，这个也重要，就是咱的冠军猜的环节，今仔马上就要来抽大奖了。是，开始。停。恭喜！恭喜这位中奖的朋友！电视机前观众朋友，赶紧拿起手机来参加阮的抽奖，求你加上你猜中的冠军的编号，发送啊到10628821，10628822。是奖品是非常非常的丰富。哇，真正就赞呢！这个刷水抽油烟机一台价值2188块，另外还有加拉帕克复合式 KTV 领袖天地店所赞助的 VIP 卡一张。另外还有泉州天豪苑有机永生茶提供的永生茶1份，也有抓阄市远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提供的装饰基金1万块。哇！所以赶紧拿起手机来参与阮的投票。那么这个月冠军的奖品也是非常的丰富，奖品有金刚龙金命茶地晓1份，地晓1份。川雅智能消毒玫瑰1台，香港康基福建总代理紫化水机1只，加拉派复合式 KTV 领袖天地队的这个赞助 VIP 卡1张，以及加单2400块抵用券1份。哦，这么丰富！福建卫阳金出口有限公司提供的 Hello Kitty 零分，以及马米粒零分各1份，还有众旺水酥糖提供的3瓶1份。泉州市远洋中式工程有限公司提供的中式基金1万块，1万块呢？泉州天豪苑有机养生茶提供的永生茶1份，华盛汉社卫浴精米礼品1份，丰田集成环保皂泉州总代理提供的精米礼品1份。哇！再来介绍的是咱的这个方阵，是咱的企业丰田欢迎华盛汉社卫浴，欢迎。欢迎。来，再来介绍的是专业的评委老师，头一位就是来自台湾金马之声广播电台主播丁晓东，欢迎。再来是咱的唱歌比赛年度冠军，这是咱的这个抓手吴高兄吴吉祥，欢迎。再来这位。对面的音乐制作人，也是阮本台音乐总监林水流先生来到现场，欢迎！来，有请咱的选手闪亮登场。1号选手来介绍者。我是1号选手武琪琪，我来自四川。四川的朋友，掌声欢迎，欢迎！大家好，我是2号选手，我来自文化青山湾的北东。文外，欢迎北东，欢迎评委老师，现场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台中桃溪区的3号选手吴三辉。三辉，欢迎。主持人好，评委老师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南马的4号选手吴一鸣。好，高人，欢迎。吴一鸣。讲咱厝的话，唱咱厝的歌。大家好，我是5号选手柯有为，欢迎。谢谢。来，欢迎伟伟，又过来了。大家暗暝好，我是来自晋江的6号选手蔡雅茹。欢迎，欢迎。来，虾米队的135，过来。虾米队，加油！来，大声队，加油！加油！弱爆了！不要紧，简单的用
势。咱得用唱歌来证明阮的实力，好不好啦，好，加油哈！继续落地准备，下面就加油哦！咱的节目特别感谢中国民生银行、泉州分行的大力支持。另外还有世博酒店，另外还有宜家中心，还有威斯酒店，当然还有圣马地男装，还有电台柜艳艺女装，感谢。民生生活卡唱歌表输赢，愈唱愈出名。马上进入第一轮。唱歌表输赢初赛规则：第一轮，每场6名选手赛船抽考，1号、3号、5号为虾米组，2号、7号、6号为大生组，1号跟2号 PK，3号跟4号 PK，5号跟6号 PK， 分数几个晋级。首先要欢迎的是阮的虾米队1号选手。加快也 VCR， 请看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四川的武琪琪。然后3年前呢，我就是在网络上有了解到唱歌拼输赢这样一个节目，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呢，我就被闽南语歌曲所深深的吸引了。这3年的时间呢，我一直在自学闽南语歌曲。非常感谢就是厦门大学的周长吉教授，他有编写一部闽南语词典，然后呢，让我就是方便我们这样一些人，然后就是查注音。也非常感谢，就是很多网友也给了我很多的指点和帮助。因为学习闽南语的关系，我之前有来泉州旅游过。来到这座城市之后呢，就被它的历史文化，还有民俗风情建筑所深深的吸引了。一个月之前呢，我就毅然辞去了老家的工作，只身一人来到这座城市工作生活。今天呢，非常幸运，能够站在这个梦寐以求的舞台上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声音，谢谢。1号选手来自四川的武琪琪，参赛歌曲是《无字的情批》。阿妈不捌字，但是伊捌真多的代志。伊讲上电是天的锁匙，锁匙拍开有雨水。阿妈不捌字。但是有一条情袂写予伊，经过几十年不捌拆开。伊讲写你不如收拾，我爱的伊要来离开。伊讲孤单伤是下雨，无路我离。过去，不甘心付出为以后归你。我爱的伊要来离开，伊讲孤单伤是下雨，山盟海誓也失去，真亏拢无你痴心变痴迷。我甲阿爸问，阿嬷的情批是啥味？伊讲真冷要来无勇气，才来用你骗情意。谢谢。我爱的伊要来离开，伊讲孤单伤是下雨，无路伴你，就当了过去，不甘心付出为以后归你。我爱的伊要来离开，伊讲孤单伤是下雨。也失去，情批拢无你痴
敬佩是啥啥美？伊讲真明白来无勇气，才来用力骗情意。伊讲真明白来无勇气，才来用力骗分开。无字情灰，你好，你好，哎好，哎，来自四川，个要唱这个闽南歌，无对啊简单真正哦。无简单我讲的你听有无？跳舞跳舞，是咱琪琪来掌声鼓励者。哦多谢大家，多谢大家捧场。啊，你今晚选的是爱唱闽南歌啊？看了那个节目之后，然后听到大家唱，然后就迷上了闽南语歌曲，然后我就觉得闽南语非常的好听。你现在听的是你这个琪琪来参加比赛，妈妈跳高妈妈四也来到川来咱们的高地转在那边，妈妈哎呀为什妈么？妈你好，欢迎来看她的分数琪琪的分数，90.400分，91.200分，91.000分。吴琪琪的平均分数是90.867分。好，谢感谢谢琪琪继续加油哦。嗯来，下面队的这个分数已经出来，马上要请就咱的这个大声队的李贺选手北东，咱来看伊的 VCR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彰化青山湾的北东。一直以来，我就也希望音乐，以前大概是接触国语，按旧年上半年才开始认真的去唱闽南语。因为这2年关注唱歌拼输赢这舞台，也希望这舞台，所以这摆想要来参加来展示家己，看卖我家己的水平到倒啦。希望我的歌声有法互大家带来快乐。李贺选手李北东参赛歌曲是后一站，你已经找到你的梦，就看到你心要爱的人，咱有缘成双，无缘圆满，提一步阮将苦承担，祝你幸福平安，祝你心美满，这话会上听阮几世人。对你的情到这站，予阮的话也太咸，这爱要全份对我太难。祝你幸福平安，祝你心意满，是啥人错过缘分已到终？要笑笑送别人，嘛爱笑笑咱一人。但真心相爱的人，后一站。祝你幸福平安，祝你心美满。是啥人错过缘分已到终？要笑笑送别人，嘛爱笑笑咱一人。但真心相爱的人，后一站。北东到底要得到偌济分？咱来看卖，90.500分，91.100分，91.100李分。北东的平均分数是90.900分。好，所以说在咧1对1的 PK 当中，是咱的这个大声队，恭喜北东暂时晋级，来，谢恭谢。喜！算了，继续啊，个2队的 PK 哦不要，紧马上邀请的是咱的这个3号选手，咱来看伊的 VCR。电视机前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台中区的台中区丁本黄灿辉。这摆若唱歌是主要是因为我去电台后有陆续咧录歌，阮妈甲阮直播说，希望我唱歌，我是想这接触个平台来现场唱歌给伊听。我这摆来参加，可能是头一摆来嘛，是本来也是今年较学闽南语的。然后就是无信心去做，因为说主要是头一摆来锻炼的，然后主要是要现场唱歌给阮妈听。
3号选手黄灿辉参赛歌曲是最爱的人。缘分若是亲像一张纸，这无这无奈。思念你的心情，亲像溪水慢慢流落海。今夜的雨又搁一滴落，不管千年也万年。相信无人像我对你这情深，你是我用生命最爱的人，偏偏找无你时，走去倒位藏？伤心的酒杯我饮啊饮袂完。你啉梦吃的伤阮这呢重，月娘也怨叹，流钱也无望，为你洗一生目屎流袂完。你是我用生命最爱的人。找无你时，走去倒位藏？伤心的酒杯我饮啊饮袂完，是你啉梦吃的伤阮这呢重，月娘也怨叹。流钱也无望，为你洗一生目屎流袂完。谢谢。黄教授好。等，喜安哪有这教授？因为我长得比较瘦，而且比较黄。哦，这个妙。又黄又瘦，其实伊这个黄教授这名吼，古早就人安尼啊叫你了吼。是今年去录歌嘛，这名也是说，反正就是人也是看我闪闪的来叫呢。你跟教授跟那个教授有点声音是一样的嘛？谐音嘛，他姓黄嘛。对啦，是会叫的怪兽的鹤啊。教授出生了吼，啊，唔知伊这个歌声我得到偌济分，咱来看一摆来。90.60分，91.30分，90.90分。伊的平均分数是90.933分。谢谢。哦哟，谢谢教授。哦，教授初级果然不同凡响。是，所以大声队有什么压力咯？哦，有一些压力，对。马上邀请的是咱的大声队的4号选手，请看 VCR。大家好，我是4号选手，来自南马的黄伟明。我逐早起过去西后宫去练太极。我感觉平时就是咧练太极的时做运气，交行步的这个过程，交咱唱歌时做个气息、交运气、节奏感的这个掌握有一定的相同的基础。太极我练去2个月个咯，感觉说对唱歌有也大帮助，我就拢来试摆安尼。4号选手黄伟明参赛歌曲是《重感情》。轻轻爬起坐在面床头，枕头小小淡淡，窗我雨露，亲像替我伫地后，滴滴转入阮心房。重感情的爱，一人，重感情的人不愿放。山崩地你嘛会甲老，重感情的爱，一人，重感情的人不愿放。霜风雪冬嘛心温暖。只要有你，只要有你陪伴。重
感情的爱，一世人，重感情的人，远放，山崩地离，嘛爱甲老。重感情的爱，一世人，重感情的人，远放，霜风雪冬，嘛心温暖。只要有你，只要有你陪伴。拄则虾米队派出的是黄教授，大生队派出的是高教授，来看看高教授的成绩。来，吴伟明91.300分，91.350分，91.000分。来，一点5分数是90.883分。好，谢谢高教授，谢谢。好，所以暂时晋级的呢是咱的这个对，参会黄教授。哦，教授。马上要派出来的如果是虾米队的5号选手，请看 VCR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陈雷，拍戏我过来。好啦，我是来自南华酒店的阿伟啦。今天我真正要特别感谢咱这个全球四套的这个唱歌表演栏目，因为这个栏目害我第一摆有一种名声的感觉。因为经过这摆比赛了后，有真侪好多我的粉丝啊。比如说我倒去出来的时阵，人看到我，大概说哦，你是这个阿伟嘛？哇，真正听你唱歌，啊！大概要甲我合影，甚至要甲我叫人签名，我说算了，我也无达到迄个样的。但是也是说，感觉说我这个比赛唱歌的这个，我当然大家在快乐啊！希望大家继续当支持我，爱好我，感谢，谢谢大家。5号选手柯维维参赛歌曲是《往事就是我的安慰》。你予我踮在车头等几年，目睭内只有别人心相对，孤单的我望向天边，倒一粒是我的星，不是我欢喜想是的滋味。只是我已经付出真情意，伤心的我上好离开，赶紧回来家己身边，不愿意一阵风吹过来，一阵风吹过去爱你。有啥人去了解我的心，去了解我的梦爱悲？你无爱我无所谓，你放下我无所谓，往事就是我的安慰。不愿意一阵风吹过来，一阵风吹过去爱你。有啥人去了解我的心，去了解我的梦爱悲？你无爱我无所谓，你放下我无所谓，往事就是我的安慰。今日我唱歌，我发现有一个真够趣味的现象。什么现象？你叫老少侠是吗？啊，老少侠。少侠，阮迄搭大家叫我做阿霞。叫我阿霞，哎，阿亲切，我喜欢。所以我感觉真侪歌内面都有唱着你。啊，真侪歌内面有唱着阿霞。没有啊。比如说，阿霞，给我一杯忘情水。水。还有智慧轮他也有一首歌，啊哈，去吧，没什么了不起。哦，水啊！跨分手，跨分手。啊哈，咱来跨分手。哦，我今天早上我来做最歌的唱歌。是。而且来看看维维的分手。
90.800分，91.200分，91.200分。考位评估分数是91.067分。哇，分数袂歹哦。谢谢，谢谢，下面是加油，加油！哎，分数袂歹，大果然是冲着对阿哈来，不要紧，我们有雅思的学妹。哦，来，请看6号选手的 VCR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晋江的蔡雅茹。我即阵啊伫泉州师院咧读大三。我读的系是音乐系。经过去年的比赛，我发现我家己有伫这方面也阁是有阿大的不足。伫感情的投入啊，然后对闽南歌的深入了解计无够咯。我希望我即摆来参加唱歌拼输赢，有通摕出好的成绩。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有通多多支持我，喜欢我的歌声。 6号选手蔡雅茹参赛歌曲是歌声满天下。莫搁紧啊，上把新衫行来换，莫搁想啊，坐阵来去拼一摊，莫搁讲啊，电话过去你上大，莫搁闹啊，新闻看着头会痛，莫搁闪啊，原来陪你，你陪我。 掌声鼓励，今夜的歌声满天下。莫搁唱啊，大家讲加唱一段。好歌遐多，上点的拢管咱。热烈的音乐声，永远是咱的伴。快乐爱趁今夜，天哪落来嘛唔惊。莫搁乱来，较紧来参一卡。 唱歌的人拢共名，叫做开活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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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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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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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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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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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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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蔡雅茹90.850分，91.300分，91.500分。蔡雅茹的评估分数是91.217分。哇，所以胜出的是蔡雅茹，有请所有的选手上场。在咧第一轮的比赛吼，个考的是这个运气跟实力是相结合的。请专业的评委老师，和咱这些选手一寡建议。来，首先有请咱的小东老师。上感动的就是1号对四川来到这，闽南话讲的也好，哦也好听，互人感觉足感动的吼。但是就是讲感情可能无遐尼啊入去安那样，再加油一下会更好，好不好？哈，就像四川的辣妹子把它拿出来一样，好不好？啊，这4号的吼，唱歌也唱得很有意思，很有味道。啊，不过这个味道敢有淡薄仔走味去。 刚像你咧蒸鱼啊，是整个炒花打起安尼吼，冲到过头去啊，你感觉？不过阮这时拢唱足好，因为大家拢要来发扬咱闽南歌嘛，所以这闽南歌大家唱好，甲传承下去。今天、明天，甚至于以后会更好，加油一下，谢谢。目前晋级的选手就是咱的2号、3号以及6号，留咧台顶其他的选手落场准备，煞落来比赛。 民生上好卡唱歌拼输赢，愈唱愈出名。马上进入第2轮。第2轮，暂时晋级的3位选手，口口为4，演唱一遍歌，由评委拍分，得分第1位直接晋级，其他2位台顶。来，首先有请咱的2号选手，来2号选手参赛歌曲是反背。看到门口迄双的，想要问你啥人的？ 伊讲无啥好解释，因为咱的感情出问题。为你付出着一切，如今换来你的反背。
从今以后莫相做，是你害我这呢两杯。一句话，一枝花，我的春天地落雪，无梦的缘分拢袂退。原来你的真心全是假，你的情要倒做，望我自己得冤错。到底我是算啥货？讲好清楚，我会帮你自由飞。一句话，一枝花，我的春天地落雪，无梦的缘分拢袂退。原来你的真心全是假，你的情要倒做，望我自己得冤错。到底我是算啥货？讲好清楚，我会帮你自由飞。灿辉，祝福。朋友愿为你来点一首歌，快乐的歌声爱唱给恁听，希望予你快乐的心情，闻着真愿石塔开我。幸福的列车伫天空地这，咱坐着列车来破山过岭。心像鸟只随风自由行，因为阮有你来作伴。阮祝福你幸福，祝福你永远快乐。阮祝福你健康，祝福你无烦无恼。予阮人生中另外一种的感动，因为你，阮行路拢有风。阮祝福你幸福，祝福你永远快乐。阮祝福你健康，祝福你无烦无恼。踮阮的心中，亲像温暖的太阳，所以阮有快乐的笑容。阮祝福你幸福，祝福你永远快乐。阮祝福你健康，祝福你无烦无恼。踮阮人生中另外一种的感动，因为你，阮行路拢有风。阮祝福你幸福，祝福你永远快乐。阮祝福你健康，祝福你无烦无恼。予阮人生中亲像温暖的太阳，所以阮有快乐的笑容。六号选手蔡雅茹，手下留情。咱的一段情，为可袂当行到最后，害阮的心肝为情困了。你将爱当作需要，若无介意就单调。对你阮是心缘困，已经看透。无情的人，总有离开阮的借口。无情的人，你的爱半点无留，阮的心既然落在你的手头，珠泪只有吞落后，阮的后悔愈来愈高，阮的心已经落在你的手头。手下留情，予阮来走。阮的心已经落在你的手头，珠泪只有吞落后，阮的后悔愈来愈高。阮的心已经落在你的手头，陪看过。请你手下留情，予阮来走。来，首先请咱的二号选手向前一步，请评委老师为二号选手陪同来拍分。
，91.400分，91.000分，91.000分。来，你被动的评分分数是90.833分。好，来，教授有请。教授黄教授，哇你请评委老师为咱的这个黄教授打分，90.600分，91.050分，91.300分。咱教授的评分分数是90.983分。好，谢谢。哦，不离要管哦。雅茹，雅茹，请评委老师为咱的6号选手雅茹来拍分。雅茹的分数是90.700分，91.250分，91.500分。蔡雅茹的分数是91.150分。所以头一位晋级的选手就是6号选手蔡雅茹。恭喜！雅茹今仔日唔免去参赛了，复赛时阵再见咯。感谢，谢谢，马感谢咱2位选手，稍等还有机会哈，谢谢。民生上好卡唱歌拼输赢，愈唱愈出名。马上进入第3轮。第3轮，第一轮 PK 台顶的3位选手口口为师，演唱一遍歌，由评委拍分，得分最2位暂时晋级，后1位淘汰。首先欢迎的是咱的这个四川姑娘，是四川姑娘，伊要演唱的歌曲是讲互家己听。火车流浪的人做伴，回头无望，幸福已经看破，唔通问我将来心会安怎？一个人走过一山过一岭，唔免怨叹，当作是一个梦，唔免无情，幸福袂当完成，唔免怨叹，当作是一个梦，人生若嘛一个你过一暝，今夜孤单的心情，讲互啥人来听？感情到这，才会对你到这，嘛使勇敢流过，快乐家己找。我的命，我感谢，拢是注定。今夜孤单的心情，讲互家己来听。感情到这腐败，已经无差，嘛使勇敢流过，快乐家己找。我的命，我感谢，拢是注定。今夜孤单的心情，讲互家己来听。感情到这腐败，已经无差，嘛使勇敢流过，快乐家己找。我的命，我感谢，一切拢是注定。4号选手黄辉明，后一站。你已经找到你的梦，就牵着你心要爱的人，咱有缘成双，无缘怨怨，提一步阮将苦承担。祝你幸福平安，祝你心美满。这话会上听阮规世人，对你的情到这站，予阮的话也太咸。这爱要转分对我太难，祝你幸福平安。祝你心美满，是啥人错过缘分已到站？要笑笑送别人，嘛爱笑笑咱一人。但真心相爱的人，后一站。祝你幸福平安。祝你心美满，是
声人，错过缘分已到站。要笑笑送别人，嘛爱笑笑咱一人。但真心相爱的人，后一站。5号选手柯维维，爱愈深，伤愈重。伊伫痴心对待的人，伤阮上该当伊的人，真心真意变成一场空，回头痴心变怎梦？爱愈深，伤愈重，爱愈多愈不放。一个人，一场梦，将阮的变成空。爱愈深，伤愈重，爱愈多愈不放。身躯重，目眶红，情理像刀割憨人。爱愈深，伤愈重，爱愈多愈不放。一个人，一场梦，将阮的变成空。爱愈深，伤愈重，爱愈多愈不放。身躯重，目眶红，情理像刀割憨人。首先有请咱的这个川妹子来，咱的来琪琪琪，请评委老师为咱的这个川妹子琪琪来拍分，90.500分，91.150分，91.000分。来，琪琪的平均分数是90.883分。好，谢谢琪琪。谢谢。来，有请高教授，又高又瘦哈，请评委老师为咱的高教授来拍分。是。90.600分，91.050分，90.900分。来，伊平均分数是90.850分。好，谢谢。是，来，来，有请伟伟，是请安评委老师为咱的伟伟来拍分。对。90.750分，91.100分，91.100分。来，各位平均分数是90.983分。哎，这个分数也保险咯。来是，所以说暂时晋级的选手就是咱的这个5号选手柯维维，1号选手吴琪琪，啊，两位老丢准备一轮的比赛。那么咱的这个高教授，嘿，来哦，有点小小的遗憾哈，对啊，这轮某放歌冠。哎，我是灰太狼，我会再回来的。很好，谢谢太狼，谢谢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民生上好卡，唱歌拼输赢，愈唱愈出名。马上进入第4轮。第4轮，第2轮台顶的2名选手，甲第3轮暂时晋级的2名选手，以抽考组队 PK， 由评委拍分，1分分的直接晋级，1分加淘汰。1号选手吴琪琪参赛歌曲是《落雨声》。人孤单，秋长时的鸟声，飞袂行，敢讲是阮的命。故乡的山，永远拢徛伫遐，阮的心只有讲予山来听。来到故乡的海岸，今生有缘拢总无变化。当初离开是为啥？你若问阮，阮心肝着疼。你若要有好时段，不免等雨行。世间有阿母惜的囡仔，上好命。出社会走总得甲人拼事业，为着啥家己不知影？你若要有好时段，不免等雨
上好命，唔通担心讲要来这阿牛大，阿牛啊已经无伫遐，口出声无人惜命命。二号选手李培东，伤心的你。心爱的你是走去倒位？为怎样我的陪拢无消息？你敢是藏伫咧海角天边，心痛过去的日子？啊，心爱的你无伫咧身边，阮只有情伤悲扎在心边。上惊是听别人将你提起，阮着爱心痛几暝。啊，伤心的迄个你，到底是安怎度过日子？听人在唱出着旧情绵绵，阮的心着痛甲要死。啊，伤心的迄个你，对阮敢搁有一点记忆？请你着原谅阮的不是，唔通害阮来找无你，缘分自己。啊，伤心的迄个你，到底是安怎度过日子？听人在唱出着旧情绵绵，阮的心着痛甲要死。啊，伤心的迄个你，对阮敢搁有一点记忆？请你着原谅阮的不是，唔通害阮来找无你，缘分自己。3号选手痴情有啥意义？离开故乡不管过几冬，阮犹原思思念念。分开夜看着阮的手梦，看你伤心目眶红。行到以前分开的车站，希望看到你的人，对你放袂落心，对你不愿放。情总是分开后才知凄凉。徛在咧窗外看你，看你为人装水水，过去情偌深。也万不回你，用尽一切来爱你，最后换来是角钱。男你也男你，我问你，痴情有啥意义？徛在咧窗外看你，看你为人装水水。过去情偌深，也万不回你，用尽一切来爱你，最后换来是角钱。男你也男你，我问你，痴情有啥意义5号选手柯维维，行一步探一步。甲伊分开，来到孤单的城市，路愈行愈伤悲。我听咱中医，如今渐渐也麻痹，虽然是。不接受，嘛着离开。行一步，叹一声，好比为心痛痛。只怪阮无这款命，是天注定。拖着沉
重的脚踏，行出比真原来声，用歌声来安慰阮的运命。行一步叹一声，好比为心痛痛，只怪阮无这款命，是天注定。拖着沉重的脚踏，行出比真原来声，用歌声来安慰阮的运命。请评委老师为咱的1号选手来拍分。来90.300分，91.000分，91.200分。来， 1号选分数手是90.833分。好，来有请2号选手。来，有请2号选手。来，请评委老师为2号选手来拍分。来90.400分，91.100分，90.900分。你2号选分数手是90.800分。来，有请3号选手，请评委拍分，90.600分，91.200分，91.100分。来，颁奖小评估分数是90.967分。好，有请伟伟，请评委老师为咱的这个伟伟来拍分，90.700分，91.250分，91.300分。各位伟评估分数是91.083分。所以，在咱这轮晋级的选手是2号选手柯伟伟，3号选手吴灿辉，恭喜！今仔晋级的3位选手就是雅茹、黄教授以及伟伟，恭喜！欢迎电视机前观众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来参加我的投票922，加上选手编号发送到1062882，1062882。就有机会拿到阮的大奖，就是由全女上美有限公司提供的简单2喙水库的山水跳跃机一只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感谢，各位，拜拜，拜拜。